當你以為太空科技嘅進步係造福人類，點知原來有人想將太陽變成巨型電燈膽，照落地球嘅夜晚。美國嘅 FCC 剛剛批准咗一個叫 Reflect Orbital 嘅衛星計劃，佢嘅任務就係將陽光反射去夜晚嘅地區。天文學家同環保人士即刻炸咗，話佢係破壞夜空、干擾生態嘅災難級計劃。官方嘅藉口係乜？係為偏遠地區提供照明，測試新技術。講呢啲根本係將太空當成自己嘅玩具，完全冇考慮過天文觀測會變成一片白光，就好似你半夜瞓覺，鄰居突然用強光射燈照入你房，仲話係幫你省電費一樣荒謬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講真，連最基本嘅環境影響評估都冇做足，就急急腳批個許可。FCC 係咪當全世界嘅科學家係水魚？這種技術嘅傲慢，抵死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